走啦，入去，係再嚟，自己阿青，接執，攞翻，防住，追人嚟嘅，走，接人走。再嚟，reset 翻落去，傳翻，係繼續，再嚟啦，係，OK 可以，喂，攞翻波，好，繼續，兩個，保護籃底，舉手得啦，攞實，係。全跑，點解得 Kitson 做快攻㗎 ？Luka 咧，繼續睇杯，你嘅，攞實快攻啊！做快攻你都做快攻，呢個細波嚟嘅啫。清楚。俾波你之後，你可以嘗試過做突破，或者 Coulter 你見到 Coulter 會 drive 先入去嘅 ，OK？ 我哋望住，係繼續傳翻出嚟，再 Luka， 自己嚟 attack， nice try， 喂 ，Kitson 可以攞㗎，手好嘅手。俾翻。幫 Kitson， 轉攻時間9秒。Kitson， 9秒啊！冇咩角度，你攞籃板攞佢。3分。number 喺邊度？喂，你 close out， 係繼續。走開啦，你落底啊，得唔得？唔好做嘅中間啊！好啦，走，落位。走，係 good。攞翻，係 OK， 冇問題。半場。係 good， 走啦，走，再嚟，你望遠，再嚟。有冇跳？呢一節，而家 TV time out。我而家暫停。望住佢人頭邊度，望一望。阿信兄做乜走入嚟啊？你拉闊啊，得唔得？快啲！唔好亂咁喐啊！可以。兩分，你有機會贏㗎 ，OK？ 上嚟，望住個波，望住你個人，望你個波，望你個人，走甩咗啦！去啦！進攻14秒。你望住個波都要望人 ，OK？ 繼續。守翻這一個。
聽住212，守翻212，守翻212。邊個都好啊！係，繼續。守翻212，守翻212。time out，仲係謙入去啊！仲係。攞翻兩分係。係啦，繼續。壓力。好啦，攞分，係，我哋幫。繼續。走好一球啊！走好一球。阿希傳波落位。走。咁啊30秒，係繼續。自己嚟，追入心。有 good， 攞分，籃板。defense。要俾翻少少拋物線啊！阿信希上嚟啊！信希翻嚟。1分鐘。rebound，攞得。8秒進攻。阿希拉開啲啊，人哋 mark 你啊嘛，拉開啲，先有波攞啦。追咗波。守好佢。係啊，嗰個。佢走。藍色隊犯3次。rebound 30秒。30秒。20秒。rebound 繼續兩句10秒。14五犯，對犯第4次。阿張條 keep 10秒得㗎啦，跟住開波我先，俾翻個波我先，係過嚟開波。過嚟。只有10秒。科德。我叫你 keep 10波，藍色波6.5。係咪？ OK 暫停。順希上嚟，落去。
啊。Jaden。